开嘎后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居家照护常常会用到跟协助上下楼梯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太哥唔好，今日天时东好，日头清小暖。系啊，我上好出去晒下日头。我出手以後，手腳無力，在醫療又冇天台，出門真唔方便。我要扶得唔行，都唔鬆下樓台，便出去行行啊。哦，係我麻煩咯。太哥，一下愛下樓台，愛生意，慢慢啊，一步一步來。好，我要做等唔嘅細位皮帶，一隻手卡等樓台嘅扶手，另一隻手牽等我嘅手，一步一格，企穩嘅進行下一步。好，腳骨無力嘅話，愛練習有絲不出力，避免跌倒。好，我會用一隻手卡在這個扶手，另外一隻手牽着人嘅手，一步一步的來。行到當好，越來越穩咧。好，按姿勢。不管係行路，也係上下樓台，愛多練習，配合復健治療，就會越來越好。係啊，做唔得難事，我從這練習站錯。我一下愛幫助你上樓台咯。好，麻煩你呢。我要企到你的旁順，就從頭下樓台共用，一隻手卡等樓台嘅扶手，另一隻手牽到我嘅手，我媽會用力做等你嘅細位皮帶。好，麻煩你呢。一步一步行，企穩的將腳腳鬆一格，慢慢的來，安全最重要。好的，你對天數非常感謝。唔是客氣，看到你一代一代進步，我嘛當歡喜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來我們就來練習在這個情境中會用到的實用例句。先來學習四線腔調。照服員告知個案將協助其上下樓梯，會說：我會扶着您走，帶您上下樓梯。我會扶得你行，拖你上下樓台。我會扶得你行，拖你上下樓台。照服員表示會在旁協助，並抓住他的移位腰帶，請個案放心，會說：我會抓住您的移位腰帶。我會捉得你的細位皮帶的。我會捉得你的細位皮帶的。協助上下樓梯時，照服員請個案配合，將手擺放在正確位置，會說：您一隻手握着樓梯扶手，另一隻手牽着我的手。你一隻手卡在樓台的扶手，另一隻手牽着我的手。你一隻手卡在樓台的扶手，另一隻手牽着我的手。叮嚀個案練習用臀部出力，可以較順利上下階梯，並避免跌倒。會說：腳沒力的話，要練習用臀部出力，避免跌倒。腳骨無力的話，要練習用絲物出力，避免跌倒。腳骨無力的話，要練習用絲物出力，避免跌倒。照服員叮嚀個案，安全是第一要務，不要心急，站穩再走。會說：一步一步走，站穩了再抬腳上一階梯，慢慢來，安全最重要。一步一步行，企穩了將腳腳鬆一格，慢慢的來，
安全最重要。一步一步行，企稳咧，张徛脚松一角，慢慢的来，安全最重要。接着，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照服员告知个案将协助其上下楼梯，会说：“我会扶着您走，带您上下楼梯。我會扶着你行，扶你上下樓梯。我會扶着你行，扶你上下樓梯。”照服員表示會在旁協助，並抓住他的移位腰帶，請個案放心，會說：“我會抓住您的移位腰帶。我會捉得你的細位皮帶哦，我會捉得你的細位皮帶哦。”協助上下樓梯時，照服員請個案配合，將手擺放在正確位置，會說：“您一隻手握着樓梯扶手，另一隻手牽着我的手。你一隻手確定樓梯嘅扶手，人一隻手牽定我嘅手。你一隻手確定樓梯嘅扶手，人一隻手牽定我嘅手。”叮咛個案練習用臀部出力，可以較順利上下階梯，並避免跌倒。會說：“腳沒力的話，要練習用臀部出力，避免跌倒。”腳骨冇力嘅話，會練習用膝骨出力，避免跌倒。腳骨冇力嘅話，會練習用膝骨出力，避免跌倒。照服員叮咛個案，安全是第一要務，不要心急，站穩再走。會說：“一步一步走，站穩了再抬腳上一階梯，慢慢來，安全最重要。一步一步行，企穩咧，張開腳鬆一角，慢慢的來，安全最重要。一步一步行，企穩咧，張開腳鬆一角，慢慢的來，安全最重要。”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學內容，大家記得多看幾遍，認真練習哦。